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禾。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宏泰小庆升等屏东业者无用清理，希望会复述来连假。另外，红头树水电公路拢总等到达医院停班停课。进前伫咧中秋连假尾港，这高铁台中站最有做爱排队排1、2点钟，为了要应付城市连假，提供政府互民众看人数济少。中国用钱欧洲友邦国交社表示，有一寡国家等来解怨叹，美国官员也警告中国封锁台湾成本真大，会影响到全世界。讲到这宏泰小庆的吞踏到屏东恒春，说落来就是双十连假咯。这业者大家拢是赶紧整理环境。不过早起恒春还佫伫咧落大雨，这南湾沙坡附近还佫伫咧淹水，引起民众埋怨。另外，这风雨也是正透吼，这风也是正透。真侪学校也拢传出到这灾情。大边国小的这会规呢是互风引导，国军是赶紧派人来协助学校整理。南湾海沙坡对面的厝坡顶悬都是流落来，路沟膜一直流落来。早早早起，屏东恒春是一直下大雨，遮个路段拢淹水，佮引起店家和徛家，民众则拄甲小间宏泰用甲密密麻麻拼了，结果是无采工。镇公所要做涵管，那问题是做到一半就没有再继续做了，然后已经2个月前，然后有一次就是土石流，整个一次土石流到下面去，然后因为就丢着没有做的情况之下，现在大雨又来了，又同样的情形。路边的吊车一台一台一直来，拢是来修理看板也是铁皮的。福建风省过的垦丁大街，店家的看板和铁皮有的落去，有的歪去，连有名的素食店嘛是同款，规条路看起来乱七八糟。即马双十连假就要来啊，有人搭车歹去的就较紧修理，若无歹去的就较紧整理，要加减来做生意。稍微变形，玻璃破掉。啊，这样晚上怎么营业？就今年可能没有了。客人已经打电话来问说，水上好像都不能玩了。客人都会打电话来问要退房。那南湾和垦丁大街，大边国小内面放旧旧的货柜厝，下骹伫固定的钢筋是红板起来引导，就当看出风有热透。宏泰超过恒春、大坪、水泉国小遮的学校，设备规个拢东倒西歪，敢若靠老师根本就拼袂了。国军嘛较紧出动来到整理。我来这边没有一次台风是会把这个吹翻的啦，可以裂掉了，还有这样，目前先已经有要请厂商来处理这样。门口先有3甲瞬间物件动咧，小间宏泰伫恒春是有14级以上的阵风，现机病院包括大楼的电动门和病房，真侪所在强化玻璃门窗拢吹去破去，连天棚拢落落来。病院早起赶紧通知厂商来修理，顺时搁在估价，好在再无影响到病人看病。记者综合报道。宏泰小庆的海上警报伫11点半解除，这个宏泰对屏东恒春半岛造成真严重灾情，泉州乡全乡是失电，目前无水无信号。台电希望伫咧车抢修会当赶紧来恢复送电。也往到这个泉州乡呢，有一条对外道路也拢淹水，车是无多过。当地店家也讲，这是今年上严重洪台，希望政府赶紧来甲因斗相共。总统蔡英文下晡要去到泉州乡了解灾情。土山水一直对水沟内面冒出来，规个路淹水淹到半个才悬。这是要通讲屏东泉州乡的其中一条对外道路。桥头路因为小见洪台的大雨淹水，车无法度过。改行新庄路，台电正伫咧新庄路进行抢修的工作，甲长期的电火条刷走换新的。台电的工作人员找人冒着大雨继续抢修复电。小间洪台对屏东地区造成严重的灾情，泉州乡大停电，连续2天无电，43支电火条歹去。预期今天之内能把这40几支给重新恢复送电吗？我讲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今天不管怎么样就要拼了呀。所以又包好这种天光这样子哈，原本如果说像昨天天气比较好一点的话，还比较好解决。泉州乡即马无水无电，通讯未通，停班停课，情形真严重。店无法度做生意，伫咧处理善后。这边洪台灾情严重，影响生活，希望政府斗相共。灾情很大，第一个没水没电啊，第二个有没有像我们这是租的房子啊？你可以看里面，里面全部都是灌水啊。泉州各中的天棚和洪台规个吹走。本来要当作居民的收容所，和分水岭部落62个人来遮住，淹过洪台带来大风，找5家活动中心规拢破坏，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只好赶紧甲居民安置到饭店。国军也派人进驻泉州乡，协助好进行灾后重建。这边因为风灾的关系，把我们整个屋顶
先走的，所以到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落雨的这个状况，就室内的空间变成没有办法让乡亲来避难使用。伫咧垦丁龙盘公园边的军方雷达站，有一个球形的雷达挂，互风台吹甲破去，碎片也甲规死过。空军再去派人来清理。讲伫内面雷达的装备，伫咧风台警报之前就已经撤离，无人伤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届风台造成这红头树真严重的损害，这水电、电线和公路拢总断去，全岛有4个村，只剩1个村勉强有电和网络，也有一寡人家住学校受到严重损害。今日继续是停班停课，民众大家无用大表扫整理厝内。台电中由早起也派出20外个技术人员，接到国军和空勤总队直升机去到红头树，县政府也协调这货轮载大型的机具去救灾。南州即摆风台靠110多年来上强的风，全岛受灾惨重，民体甲学校拢严重受损。居民即摆全力自救复原。开完港内9成的大细船只拢停去，乡公所派机具甲渔民斗阵鼓，灾后复原工作是真困难。这个台风没有办法，那我们只能靠自救。那当然后续的动作我们还是要靠政府。电力受损上严重，全岛约有1000多户停电，加油站也免使用，发电机特别无油。县府、台电甲中油透早派出将近30位技术人员，坐空勤总队、甲国军救难直升机，分配去救灾。需要重型机具甲抢修零件，也到复工渔港码头准备运去的货轮送到南市。台电表示，等机具到位，会赶伫2天内恢复全岛的供电。技术人员的进驻兰屿是最能协助我们的抓斗车、山猫、卡车以及等等我们需要还有我们台电需要的变压器等等，那都会在明天傍晚前陆续会到达兰屿。这个重型机械下来之后，我们预计在48小时之内让所有的全岛能够恢复供电。南市乡今日停班停课，全岛居民用要全部出动斗阵救灾，希望在上短时间，让大家生活恢复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影响，马祖的风有来到8级，今早起呢，有一只蒙古籍的货轮因为船遭水入去，要求要入港靠岸，却因为受到这法规限制，要定的准是袂当入港的。这只货轮就走去东基滨澳港区外口的南边报岸，一个船长甲船偏咧，也无绑，人就做移走。指出这只船是流向外海落尾靠搭，相关单位也协助这6个中国船员进行安置。货轮靠搭伫马祖东基大埔石溪外口的大桥顶面，原来是受到小犬风台影响。初六透早4点外，港务处接到消防局海巡署的通知，一只编号 WIM198的蒙古籍货轮不明原因入水，船长人员用无线电联络维布台要求入港靠岸，所以伫5点40分就甲寄入来东基滨澳港区外口的南平报岸。船上有柴油大概8到9吨，机油的话大概100加仑。那目前的情形是没有油污染的一个情形。他们对这条船他是没有放弃，就对，所以说他会来做脱救的一个事宜。相关单位也出动怪手协助救援，不过船长毋拿起船，也家己甲缆索解开，造成船体飘向东基外海，最后靠搭。不过相关单位已经甲船顶6个中国籍船员救落来，将安置伫临港县警察局东基分驻所。航港局已经联络货轮的船头家，等待天气较好，就赶紧处理船只靠搭的代志。海影直接拍上花，伫花边民众拢无闪开，继续伫看这海影。相反是外岛的金门也受到小犬风台影响，海影一直拍起来，吸引民众到海边来看这海影拍起来。台北来的，台北过来的，特地来这边拍的。对啊，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很棒，第一次体验。小三通航线初六规工是停开，复航时间港务处的另外来公告。虽然小犬风台慢慢远离，金门有爱防范有强阵风甲长影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高铁伫咧中秋连假最后一天，运量创下新高。这台中站的自由座拢客满，排队就要排1-2点钟。说落来就是这双十连假咯，台中站也甲这加票口入去了后，以后全部敲开，方便民众排队。另外会用车红灯号的方式来显示各车头呢，这人是多也是少，互民众来推算这排队时间。
另外，高公局也表示，讲这连假头一天车流量是平常时的1.3倍，民众要出门就要加注意挂。都还未开始放假，台中高铁站人道塌甜，赶伫国庆连假前，希望会当坐到高铁早一日回乡。那一天真的很夸张啊，就整个不是排到外面去嘛。对啊，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还好，因为带小朋友就要余度要抓比较大，自己的时间要自己抓一下，不要那个太晚出来，就来不及。顶一届中秋连假，台中高铁站站内站外人排成长，差不多拢是要坐自由座。高铁统计，迄天有超过33.8万人要坐车，创下通车以来单日最高运量。也予这旅客等甲强要挡袂牢，甚至有民众讲，伫人真济的车厢内底跋一倒，所以骨折开刀。即届国庆连假，国家烟火要伫台中，高铁除了甲付费区的椅仔刷位，予人来排队，各位即马开始一直到11，伫网站要用订货的方式提供各站即时人阵的资讯，予旅客通啊量早来处理。如果挤不上的话，那天我可能就坐台铁了。高铁坐不上就坐台铁。塞爆，可能还是只能开，可能还是只能开车，或是请家人来接这样。对，不然因为现场等小朋友也都等不住。黄灯预测排队会超过30分，红灯是会60分以上。连假期间，高铁原来会加开拢总190班来疏运人阵。若是公路交通的部分，包括国道1号、国道3号甲国道5号，已经开始出现车阵。南向西部国道用路人要尽量在6点前或12点后出发。那国道5号的话，最好是在上午5点前或是下午5点后，就是避开南向的车流尖峰。高速公路局表示，这个连假车阵会以旅游为主，而且头一天交通量上大，会达到120万8万车公里，是平常时的1.3倍。建议民众若是规划出外的时间，一定要注意相关的管制措施，较袂塌伫路的。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渐渐稳定，全世界观光经济是强强滚。不过，这欠工又怨真严重，航班也未完全恢复，这旅游成本一直增悬。明年过年去到北海道的旅行团5天要开9万块，而且佫抢了了啊，真生气。伫疫情过了后，跨国旅游景点真侪国人拢安排出国去耍，尤其是底停线的日本上受欢迎。旅游业者已经开始卖明年春节的旅游团，像东京耍5天，包括好运高古的景点，团费7万外，即马就要卖完啦。另外一间业者是开出春节北海道5天团，计销是88888。过年暗甲正月初1的团，即马已经卖完啦，要迟就要等后补。春节会在台湾呢，比较不想出国，因为出国是太贵了。飞上海的话，之前大概是来回6、7千。现在大概要到15000，对，大概要翻倍。旅游业者分析，2024年春节有7天，假期无算长，民众安排底停航线旅游的较多，像日本甲东南亚拢正热门。即马出国旅游团已经恢复到疫情进前的7成左右，不过因为航班无够，各国观光业者人力搁欠，也个厝价起价等原因，团费起价情形正明显，甚至也个5天的北海道花到12万。说明年春节的票价，事实上在北线或者是东南亚涨幅真的蛮高的。一个是供需问题嘛，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可能航班数还没有增加到，就是这个量能还没有到达。观光产业缺工问题相当的严峻，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服务成本呢也不断的升高。估计到2024年年中，全球航班量才会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乒乓协会也提醒旅客，尤其伫咧长程航线部分，因为航班无够，机位有限，除了计销起价，定然是抢无。若是要安排伫咧旺季时阵出国去耍，至少要提早半年先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平阳广场发生火灾，造成4名消防员不幸过往。这联合公祭因为风台关系，因到今中昼，总统蔡英文特别到南办发布用令，送4位消防员最后一程。不过，王姓消防员的家属也伫场外召开记者会，希望县政府呢就要公开抢救听书，予家属完整的交代。另外，伫救灾过程当中，讲唔到话，消防局长柯比雪、县长周春敏已经允准伊辞职了。
营务部防顺治消防员较早工作甲生活踏踏实地，因为民用大火不幸顺治的些消防员7日中昼，县政府伫屏东县立体育馆举办联合公祭，总统蔡英文特别落南送因最后一程。颁赠褒扬令。加保养令颁予家属，蔡英文承诺相关武术甲慰问金会以上好上紧来处理，让家属安心生活。政府已经启动灾害调查，厘清事故的原因，各界关心的消防政策以及管理机制等议题，我们也跟各界共同讨论。现场坐满各地警消共同队士，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等人也为顺治消防颁证奖章甲对阵令。不过代志发生到即马半个月，家属对事故甲顺治原因也无清楚。公祭前，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开记者会，呼吁政府公开调查报告，也甲存款的用途，要求民众公开信托基金 K.O. 数。火灾实际状况，他们只有说他们会进行调查，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进度到哪里，然后或者是什么时候会给我们答复，或者是什么时候会召开说明会。目前地检署正在调查中，那我们的部分必须等到地检署侦查终结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对外界做这部分的一个说明。消防局表示，会成立存款使用委员会，再个请家属选派代表加入了解用途。目前当地会诊事件发生的过程，也甲抢救经过，后续会召开检讨会讨论未来精进作为。另外，救灾过程失言引起各界质疑，消防局长柯美雪的专业。屏东县长周春美已经批准伊请示，柯美雪会转任参与。记者综合报道。那进口机能有问题，即马连这美国猪肉进口入来了后，却染着别国猪肉同款出问题。这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会处罚一寡无老实标示的业者。台中市食安处也查出，台中有81间餐饮业者有使用美国猪肉。也那市长罗秀燕表示讲，这寡业者名单会公布出来。是用跟这个厂商交的猪肉。对。是从7月底开始到现在都是交这个。汤查到新兴瑞典2间公司，甲美国猪肉含其他国家的猪肉，无写是美国猪，佮甲用做火锅肉片卖予全台湾大约200间的餐厅。台中市食安处进前查出楼去境内81间餐饮业者，市长罗秀燕讲会公布名单。市民有知的权利，尤其食安，我们会把这些标示不实的这些美猪的去向、流向、使用的餐饮业者公开，表示不实的肉片恐惊已经互消费者食落去，引发食安风暴。而且16月进口的猪肉9月才查到，外界质疑中央无管得好，生产地恐惊变作常态。这件事情开始是由中央卫福部呢发现了资料有错误以后呢，就与地方政府呢展开联合的稽查。如果有任何的标示错误的情形，政府一定是严惩希望业者呢不要侥幸行事。对于这一些猪肉的稽查其实是我们经年累月都在做的，常规性的一个查核的。进口肉的流向，我们有一个非追不可的系统，这个地方都可以查得到。不过，国民党立委罗树宝批评讲，开放有内这进口猪是唔对的政策，佮互美国猪市占率一直提升，国产猪的市占率降落去。但是陈建仁强调讲，检验的这2万多件进口猪来客多半拢是零检出，中央会和地方合作，把食安守护掉。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则新闻，伫咧叙利亚中部城市荷姆斯，5有一间军事学校当咧办毕业典礼，却互无人机攻击，造成上百人死亡。政府军随对这反恐军掌握的伊德利布省进行大规模的反攻。荷姆斯市这场军校毕业典礼，有真侪学生囡仔甲亲属出席。当仪式伫要结束，人阵渐渐行向广场，在部列无人机就开始发动攻击，造成10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寡妇女甲囡仔。احنا واقفين مع شيء ما احنا تصورنا كم صوره بدنا نمشي ما شفنا غير شيء ما مع قلب الدنيا كلها شفت العالم بهالارض كلها ما بعرف شو صار ساعتها ما بعرف شيء نار صار بوجهي。这是叙利亚12年内战以来头一届出现无人机攻击。当时出席典礼的国防部长才拄仔离开尔。军方声明指控事件是反乱的人得到已经知影的国际部队支持所进行的。虽然无特别点名，不过随对反恐军控制的西北部伊德利布省真侪的村庄发动大规模攻击，至少造成几60人伤亡。
قصفها شوي أدخل بالضياع على بيوتها. وجدت قذيفتين على البيت نفسه. صوبت أنا وابني وولاد أخي。叙利亚的分裂危机是为2011年开始的，民众对阿萨德政府的和平抗议，不过在武力镇压了后，却演变成全面大战。2015年，俄罗斯对阿萨德提供关键军事支持，政府军得到绝对优势。一直到今仔日，战争已经造成50万人死亡，90万人受伤，2300万人有一半有路无厝，也有500万人伫境外变作难民。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罗西亚昨又再针对着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发动空中攻击，造成当地上无有51个人死亡，这是战争以来民众死伤上界严重的攻击。罗西亚总统普京也批评西方国家伤过可惜，想要联手来制裁罗西亚，说互家己画出来政治界线，袂说是变做是提索啊别家己。攻击过了，规个厝境拢倒来，搜救人员将遇难者的尸体卷出来。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最后受到俄罗斯的飞弹攻击。迄当阵，库皮扬斯克的赫罗扎村一间咖啡馆，有真侪村民正伫咧为一位乌克兰士兵举行守灵的活动，结果造成严重的死伤。Із них 51 людина загинула і 6 поранено. Скільки було дітей? Нам відомо лише про одного загиблого хлопчика, 8-річного хлопчика, який знаходився. 这个村有1/5的人伫这边的攻击死亡，所有的死者拢是当地村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这种针对平民的攻击行为，甚至不应该讲是野兽，因为按尼讲对野兽是一种侮辱。这是俄战争开战以来平民死伤上惨重的攻击，联合国也强烈谴责。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咧度假胜地所起的一场年度论坛发表演讲时阵，批评西方国家自大，而且脱离现实，也重申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要阻止战争。Вы сказали, сожалеем мы или не сожалеем? А что нам сожалеть? Это же не мы захлопываем дверь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общения. Это же Европа от нас отгораживается и создает такой новый железный занавес. Не мы его создаем, а европейцы его создают. Себе в убыток и себе в ущерб. 普京也讲，自从乌克兰6月发动反攻以来，已经损失超过9万位士兵。若是无外部的援助，乌克兰的经济加军事实力只敢来当挡1礼拜。伊也讲，若是俄罗斯受到核武的攻击，或者是生存受到威胁，因就可能使用核武，敌人袂有生存的机会。Я все понимаю, мы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мотрим и относимся, поверьте, с уважением к вашей точке зрения. Но вот я не вижу тако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Там менять нашу концепцию. 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й противник знает обо всем, знает о наших возможностях. 普京也讲到，瓦格纳集团领导人普里戈金8月空难死亡的原因是飞机内面的手榴弹爆炸，并不是飞弹攻击。公视新闻郑伟林编辑。2023年诺贝尔和平奖伫今暗头公布，由加国内面的伊朗女传道师穆哈马迪摕到和平奖。For her fight against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in Iran and her fight to promote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for all. Altogether, the regime has arrested her 13 times, convicted her 5 times, and sentenced her to a total of 31 years in prison and 154 lashes. Ms. Mohammadi is still in prison as I speak. 穆哈马迪对大学开始投入女权运动，也伫报纸媒体发声，而且加入人权组织。今年9月，伊还阁伫咧封关。不过，针对着伊朗女性艾米尼头巾事件过往1年时阵，阁对这个加国内面投诉《纽约时报》文章内面写讲，当愈侪人封关，阮就会愈坚强。
后面的这个气候研究机构指出，讲今年恐惊是有史以来上介热一年咯。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的报告，讲这极端气候造成的灾害，对2016年到2021年之间呢，已经有4300万个一囡仔呢变做是有路无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甲总部设伫瑞士日内瓦的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合作，分析2016年至2021年极端气候引起的大水、暴风、酷旱甲野火造成的一寡灾害，发现伫44个国家有差不多4310万的儿童拄着灾害，其中95%拢是因为做大水甲暴风早无厝通住，相当是每天有2万的儿童受害。敢若印度甲中国2个所在都有1900万的儿童是大水灾民。वो लोग बोलते हैं तुम्हारे घर में मारा गया तो हम लोग बोलते हैं हाँ तो बोलते हैं कि तुम्हारे पास तो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तो हम लोग बोलते हैं कोई बात नहीं。暴风引起的儿童灾民以菲律宾上侪，每10个人都有4个。因为野火造成的儿童灾民，大部分是伫美国甲加拿大，有81万人。It's really critical that we come together to ensure climate finance can be channeled to those countries that are facing these overlapping crises, so the climate risks, conflict, fragility, where we see that children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为上新的气候报告来看，5万极端气候灾情减少，甚至是较慢落来，恐惊是一件无法度乐观的代志。欧盟委员会所属的气候研究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讲，今年9月的全球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的温度悬出摄氏0.93度，甚至比2020年的破纪录高温悬0.5度。今年恐惊会是历史上上介热的一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新加坡政府为了要解决这塞车的问题，其中一个办法就是用真贵的钱来买一张车证。这一张上无爱心代票245万起跳，若像较大台车，一张车证已经起到代票344万咯。这是这政策1990年施行以来上介贵介绍。唔但爱有这车证，而且还佫真济税金。所以伫咧新加坡呢，若准备买一台车，平买一间公寓是佫较贵的。新加坡是全世界生活成本上悬的国家之一，有一台车会当讲真车祸的代志。为了整治塞车的问题，新国政府伫1990年引入车牌配额制，用来控制汽车的总数。主管机关每个月会举行2届招标会，车主必须先成功得到效期10年的车证，才会使买车甲开车上路。若做想要买的是 BMW 还是免治这种高级车，敢若车证的成本就差不多相当，也是超过新加坡一个标准家庭年收入。新加坡10月头一轮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已经伫测试结束，1600cc 以下汽车车证先到价是新台币10.4万，差不多代票245万。是2020年4倍外 ，SUV 等大型加高级车组车证的价销是新加坡币146002块，差不多是代票344万，去我买新加坡币5000外。大型车是新加坡币15.2万，差不多是代票358万。若是去新加坡币7000外，还佫头一遍突破新加坡币15万。车证只是车主得到买车的权利，也佫有车本身的成本要考虑，佮加税金加进口关税。车证制度互新加坡人变作是全世界买车成本上贵的国家。举一个例来讲，伫新加坡买一台 Toyota Camry Hybrid 标准新车，佮加税金加车证的成本了后，要付差不多新加坡币25万，也就是差不多代票588万，比美国贵6倍。新加坡人口大约550万，也是世界100万好业人人数上侪国家之一。不过，对平均年薪新加坡币7万块，我买代票165万，家庭年薪中位数121188块，我买代票286万的新加坡人来讲，车证是买车试车一大难题。到去年底，全国私人汽车数量较无100万台。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
中国为了要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用经济去承邦交国和台湾断交。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专访的时阵表示，有几个老朋友伫几多年后呢，回来伫咧斗，讲中国拢无照拼照行，而且开巴拉票。另外，这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纳特伊就警告中国，那种封锁台湾的成本是真大，而且全世界经济拢会对立彻底。中国对台湾威胁动作不断，外交部长吴钊燮接受西班牙爱菲通讯社专访时阵讲，除了派机男交代，中国故以混合战的形式对台湾社会散布假消息，进行网络攻击甲认知战。另外，中国嘛乌丹友邦做一寡无实在承诺，吴钊燮讲有老朋友几年后倒来斗的。是哪一个前方叫朴素朴？虽然无讲老朋友是谁，不过吴钊燮表示，过去部分拉丁美洲的友邦相信中国无实在承诺，想讲外交转向就当换中国更较侪援助。不过中国唔是失信无人效，就是因有贪官败坏政风，像哥斯达黎加、巴拿马甲多明尼加，都发生中国承诺的重大建设无落实的状况。实际上面来看的话呢，台湾是比较稳扎稳打在做了啊，台湾是从来没有。放弃有给过的诺言不承诺的这种样的状况，可中国纵使它的金额很大，可是它常常会跳票的。中国除了打压咱国际空间，阁无放弃武力反台。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就警告，中国封锁台湾的成本真悬，那全球的经济嘛会因为安尼大落。What happens the very minute that the PRC starts mounting a blockade against Taiwan? The global economy falls through the floor. Okay,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that's going to happen, not just for China, not just for Taiwan. 若是台湾2024你要进行总统大选，瑞特纳表示期待甲任何当选人合作。不过美方嘛看到北京趁机会利用甲台湾相关的政治事件，故意威胁甲破坏友情。美方毋望中国莫阁用这种行为，暗过卖为可能发展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唱水男的涉案案，中国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承认有甲这录音档交予韩国的国安单位协助调查。伊也讲，这国防部知影这内容无牵涉到机密资料。国防部长邱国正初六也表示，知影录音档，也知影讲这案件进到司法庭司配合检调查。另外，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曙光也讲到，这军火商泄露秘密给中共大使馆。马文君要求行政院爱立案调查。江南涉密案件继续一直拖，国民党立委马文君被指控将机密资料交予韩国国安单位。马文君伫面册证实有送出录音档，不过伊讲当时嘛将资料交予国防部常务处长邦模宏。若邦模宏讲这是厂商恶斗，无什么特别的机密资料泄露，所以请调查局要韩国政府协助调查，因为家己袂硬无举报。有，我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啊，我们点点滴滴我都有参与啊，配合检调他们所需要的资料的话，我们会全数提供。国防部长邱国正初六讲，知影严重这件代志，深受基本性交由检调去调查，希望这件代志会使平和落幕，因为对台湾的建设也是有帮助。马文君初六伫立法院质询时，激动要求检调对当初公司有军火商将资料交予中共大使馆的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曙光进行调查。他是始作俑者。可他自己讲说，好像他并没有指名道姓写哪一个人，就是不能够再做一个评论了，越评论会越。部长，我没有要你们评论，我说你们要怎么做。马文君要求立案调查，法务部长蔡清祥讲，若是牵涉到刑事责任，交由检调修正依法处理。另外，马文君也问到，江南国造聘请技术担任顾问的决策是毋是通过签约？邱国正讲，海军找技术做顾问1年，不过后来有一寡代志，这个伤超过了，该停掉，引起讨论。不过邱国正下晡是安尼解讲。我聘他当顾问是的确的啊，后来大家说有一些让人家有意见的事嘛，我用那个有过分啊，哎呀，那很抱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过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进入那个司法程序，对不对？问我回应，我说我有什么好回应的？他就是个大番薯。技术讲，当时部长毋是邱国正，伊无管理回应。另外，最近政治评论员李正浩提出多项涉密案相关的证据，马文君回应会用直接去告发，所以李正浩要伫初九早起向高检署对马文君提出告发。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总统大选在野党要安怎整合咧？民众党的郭文哲讲要比民调赢会做正，苏伟会当推荐这副手的人选，还有其表示讲这南北会积极做沟通。不过郭台铭办公室表示，南赢一直咧放调，安尼先会减少在野合作空间。另外，民进党的热情地去到花莲做事，也讲到教育政策，背书是要含校友期比拼。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召开教育政策记者会，主张当年补助私校学习费到5万块，学费贷款免缴本息的宽限期，对毕业1年延长将这毕业2年等。今日民进党热情就是到花莲抢攻东台湾的票源，也讲到教育配套政策，互相比较意味是增高。明年就开始啊，高中高职全部免学费啦，读私立大学学费学杂费甲补助啦。1年补助35000块啦，年收入无到70万块。安尼恁兜的囡仔无论读公立的读私立的，政府另外一个囡仔佫补助2万块。大选一直瓦群，在野政客真受到关心。民众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结束美西访问行程，前日透早返来台湾，佮再推出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具体方案，讲经5间民调公司用民调决定，赢的一方面最正，4个一方面应推荐副手人选。什么时阵做民调？看国民党安怎回应。这次回来会跟朱立伦主席还有那个侯友宜碰面吗？刚刚回来吧，看幕僚怎么安排吧，提案嘛，就是说好，我们比民调，赢人当正，那输的一边就推荐那个副的，在综合考量还是组成一对最强的这种胜率最高的候选人。这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对垒很多的善意，在这既有的机制之下，那蓝白的合作，我们更积极的去做好沟通。郭台铭这方面对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话题表示，知影国民党高层已经下令排除郭台铭吸收郭文哲，批评国民党一直放话只是下流在野合作空间。支持郭的中间选民跟支持柯的年轻选民，都是国民党一直想拿却拿不到的票源。那硬比民调、硬配对，只会让各自的支持者出走。对着连署总统黄素秀也讲，阮怎做一定达到目标，嘛爱大家莫烦恼，一定会公布数字，保证袂让大家来失望。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二就是双十节，行透早呢，国军进行最后一届空中全兵力操演，包括着调大北国旗、用鹰高教机枪场和 AT-3教练机编队飞行，放红白蓝的彩演，通过着总统府的天顶，真侪要去上班上课民众拢停伫咧半路欣赏。挂大型国旗的次努克运输直升机早起，搁再飞过总统府，国军进行国庆日进前最后一届空中全兵力的练习演出。2台乌鹰直升机就伫国旗的一前一后来护卫。虽然风台天的影响，台北市的云有较低，毋过无影响。6号早起5点50分，陆续有5台用鹰高教机嘛飞过，场面真壮观。阁有6台 AT-3教练机编队飞行，放出红、白、蓝3色的彩烟，飞过总统府。国军早起进行空中全兵力的练习演出，凯道周边早就未少民众收掉的，要翕上精彩的飞行画面。为了要让国庆大会空中操演顺利，国军嘛做好准备。国防部嘛请民众听到飞行机发动机的声音，唔免紧张，摇头一手为国军来加油。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德县的江南有客家人狮，这客家人狮结合着戏剧、武术、logo等等，其中上界大的特色就是四角形的狮仔喙。今年受到这双十节活动邀请，团员趁着过最后这几天赶紧练习，希望伫咧双十节当天会当有上界精彩演出。狮头随着锣鼓声摇来喊去。真足甲看，参一般台湾人狮无共款的所在，就是狮仔的喙竟然是四角形，代表一喙食四方的意思。新德县江南乡的客家人狮准备在国庆当天提出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客家狮就是剩下我们新竹县就大概是剩下我们和郑家。以前的时代
不是像这样选一地，是那个土地还有草地那些的，江湖卖艺在那草席摆着，这个师傅放上去，我们就在前面表演。今年已经82岁老团长，少年时参师傅学习，后来转来到故乡，继续传承客家人师。目前团队成员平均70岁，大家每礼拜同款做伙练习。这摆专队24个人，被代表新德馆到总统府头前表演。我们客家市的话，我们团已经其实最多人数已经到100多人，对。然后我们这次出的就是只出我们最精英的24人出去表演。然后因为像大家就是大家各自有工作，可是要怎么让大家凝聚，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宝，大家会为了这个宝，然后就是会团聚在一起来练习。就是为了这份荣耀。世界性狮头卡达7000步，加上客家花步，大家拢希望这个传统的客家人狮文化，会当透过这届表演，让后代子孙知影，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杜文和新店报道。今麦 AI 科技也会当甲传统的布袋戏结合。今年台湾文化科技大会伫高雄举办，其中有一个霹雳 AI 时代体验展，让民众了解到布袋戏也会当真实行真精彩。脑中情书总万贯，江啊文物断平天。说环境经典大师体验者一句一句念出来，佮用 AI 科技将黄文地老碎声音合起来，大家都会当真做布袋戏配音员。头一届 TTXC 台湾文化科技大会，其中霹雳 AI 时代体验展头一摆公开，展览当中除了怀念黄文地老师，佮将传统布袋戏来结合 AI 科技，民众唔但会当做配音员，嘛会当真做布袋戏的角色。即马有用一寡 AI 的技术运算，把即马声音兼顾，把伊过去配音的声音，把声音切转来，这是伊的声音库出来。啊，我们透过这个展览，然后民众来体验，你嘛应该用伊来配音，然后合成到黄文哲老师的声音内面去呈现出来。布袋戏伫台湾有100年历史，毋过真侪少年人渐渐对这项传统文化无了解。这摆嘛是霹雳布袋戏头一摆运用 AI 科技来行销，毋望少年一辈会当重视来熟悉台湾的布袋戏。韩剧啊、日剧跟一寡美剧里来，其实对咱台湾家己的本土的内容当然是有影响。所以咱布袋一直霹雳就一直用一个方法，就是希望讲用一寡新的科技加技术，加一寡符合的这个时代美学一种概念来去处理这阮的内容。互人合作把因财准黄文地老师伫去年6月过往，为着要怀念伊，展览现场嘛有展示早期老师穿的衫、使用过字典、甲手稿等等，要互布袋戏迷来做伙怀念伊。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伫咧美国有大学和病院的团队合作研发一种机器，会当解读大脑传达的信息，甲中风患者身躯刷振动，协助中风患者量早重建身体和大脑连接，增加复健的效果。今日要厝豆豆刷叮当脚步，住伫美国德州的瑞杜斯坐伫碰椅豆豆讲话，互人看袂出9当前的伊目中风过，无法度讲话甲行，倒边的身躯无法度叮当。2014, September 30th, around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my wife said I was talking out of my head, and she woke me up, and she said, move your arm, and I couldn't move my arm. 68岁瑞杜斯中风了后，经过真侪天的治疗，豆豆恢复讲话能力，倒脚是外靠机器架啊咧行，也毋过伊倒手恢复较真慢。因为瑞杜斯的妈妈甲弟弟拢因为中风过身，所以伫咧伊知影休斯顿大学甲 TIRR 纪念赫尔曼病院共同研发出新的机器，爱中风病人协助做临床试验的时阵，伊就报名参加。这款机器设计做伫伫头壳顶的造型，是用 BCI 脑机界面，甲大脑、电脑甲机器做连接，透过特定的方式侦测脑部的信号做分析，佮甲信号转做电脑的指令，用电脑操作外部的机器，甲原本无法度叮当的肢体刷叮当。The headset detects the movement intent, and that top-down signal goes to the robot to assist with the movement, and in return,
the movement generates feedback back to the brain. And when you have top-down information meeting within a time window, bottom-up information, that leads to neuroplasticity or heavy on learning. And that's what changes the brain. That's what leads to neurorehabilitation. 瑞杜斯医生表示，一直练习的治疗方式，有关是为中风状况导达康复的办法，也毋过疗法有限度，所以爱用机器辅助，提供中学会当有质的简单运动，互患者做需要的运动数量，才会当重新连接大脑内底负责运动的部分。暂时，瑞杜斯已经用仪器伫厝内做6礼拜的治疗，伫仪器的协助之下，卖当导导甲手刷叮当。研究团队表示，这款机器搁伫咧开发、搁筹备资金的阶段，毋望资金会当有够做搁较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申请 FDA 美国食药管理局的批准，帮助中风的患者尽量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公视新闻台董炳耀。法国伫印度洋属地留尼王岛是会当互观光客体验含海洋做的游水所在。不过在地保育团体说一个推动，点点啊看海洋的计划，希望游客莫去甲海洋交叉，用目睭看就好。会当伫船边就看到海洋，甲因活甲遮尔近，已经互大家有够痛啊！但是来到留尼旺岛佚佗的游客，毋但安尼尔，佫会当跳入去海底，甲海洋斗阵受水。法国伫印度洋的属地留尼旺岛是全世界真少数，互人会当甲海洋做伙受水的所在。但是为了要保护当地的海洋生物，袂因为观光客的人数伤多，受到过度的干扰。当地政府甲保育团体合作，推出安静上海洋的计划，规定袂使有伤侪只上海洋的船，拢生伫咧同一个范围内。而且一摆袂使有2团以上的人落去水底看海洋。保育团体有专门的人四界巡逻，提醒大家要注意规定。Protection des cétacés. Je viens m'assurer que vous connaissez les règles d'approche et d'observation des baleines par cœur. Il y a un cadre réglementaire et là vous êtes hors du cadre réglementaire parce que c'est une palanquée à la fois dans l'eau, 10 personnes à l'eau. 观光客若是落去水底看海洋，大家爱手牵手受做伙。等到看到海洋的时，都爱动落来，唔通阁继续受活去。On les observait comme on ferait en safari terrestre, c'est-à-dire se poser non loin et dès qu'on les voit, ne plus bouger, rester bien groupés pour être le moins dérangeant possible, afin que les baleines aient le loisir de s'approcher de nous et de choisir de quand, comment et combien de temps l'interaction aura lieu. 事实上，伫前几年，都有观光客因为伫水底甲海洋相活，一只带海洋囝的海洋妈妈可能感觉受到威胁，就用伊的尾溜一直伫水面大力拍。因为海洋真大只，体重阁真重，对人类来讲其实是有危险性的，所以点点啊欣赏海洋，莫去甲因搅扰，其实是保护海洋，嘛是保护家己的安全。伫当地政府甲保育团体的努力之下，留尼旺岛附近的海洋数量这几年一直伫增加。根据科学家的观察，因伫今年用卡梅拉所翕到的海洋有至少400几只，是有史以来上多的。保育团体希望观光客会当好好遵守规定，用负责任的态度来参加上海洋的活动，才会当互更较侪人继续享受甲海洋斗阵受水的快乐。记者甘美玲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人到新竹对25度到29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9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
拜。